你知唔知做引體上升嘅時候會搖嚟搖去係點解？可能係同力量唔足夠有關係，但係仲有一樣嘢都係有可能嘅。初學者做引體上升嘅時候，好容易會越拉越搖晃，越垂直嘅時候就覺得越困難，甚至乎可能覺得個核心唔係好聽使。其實做引體上升需要保持盤骨穩定。如果我哋嘅盤骨前傾後傾不停切換嘅話，全身咧就會好似一個鐘擺咁樣不停擺動，力量就會好難集中到。正確嘅示範，做引體上升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將盤骨保持微微後收，即係少少盤骨後傾，又或者簡單啲諗住將對腳伸直都可以。喺呢個情況底下，腹部嘅張力咧亦都會同時建立到，令到我哋嘅身體好似一條直線咁樣容易被拉起。你會感覺整個動作更加穩定，力量更加實在。所以引體上升唔係單純一個用手臂去拉上嚟嘅動作，我哋需要先固定好身體嘅形狀，盤骨穩定，動作咧就自然會穩定到啦。